每个世界老火叠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，给头讲我给发，有地做本意准做小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有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行奈去，用坏又可以摆，有用嘅所在行行要停停，相愛唔怪過意，嘅營養沙聽愛聽嘿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帶的夢都。怎麼改嘅工作嘅法？一群龍一個思念一樣無窮變態，兩百嘅夢本已行過，就從黑啦那一個。一年有人語，一夜有人呀，直到四點風風雨雨聽到快樂嘅快意嘅倆條記憶，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，相愛唔記得，我永記得，嘅共同嘅回憶給你心度，留白嘅一切就不放帶走，依賴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。哎，小卡，你们这2天都去哪了？你很烦呢，问这个干嘛？你以为记着哦？哦，我关心同学不行啊。哎，你真的被绑架哦？没有啊，就一直被关在一间房子里面而已。屁啦，真的假的啊？你根本就是翘课出去玩吧？薯条，你很白目哎，老师不是说不可以乱讲话？不止那2天啊！后来你们还连放1个多礼拜的假，超爽，超想跟你交换的。可是在家里很无聊哎，我宁愿来学校和你们一起玩。小凯，小凯，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？不要理他，老师说不可以跟记者讲话。小凯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凯，小凯，请问一下，你跟嫌犯认识吗？据说嫌犯没有伤害你们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朋友吗？听说警方已经掌握到嫌犯的踪迹了，请问一下，如果抓到的话，你愿意见他吗？你恨他吗？有没有想说什么的？你的父母会告他吗？小凯，你要去哪？记者叔叔阿姨，请你们不要再打扰其他同学了。哦，我们没有要打扰其他同学的意思啦，只是想要请你聊一下这次的案件。请问一下，在你们失踪的这1天1夜里面，那个嫌犯有对你们做什么事吗？那个嫌犯是什么样子的人呢？还有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会找你们3个下手？其实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大家，什么事？绑架案的犯人其实不是戴口罩的那个人。不是。那请问可以告诉我谁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吗？我不能说。说嘛，我们大家都为了你们在这边等很久，很可怜哎。是奥斯卡。作为奥斯卡的好朋友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。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请大家不要怪他。各位记者叔叔阿姨，你们辛苦了。希望有啲冇演用嘅呀，我哋就結束嘅，喺前面的生意麻煩咗嘛。冇乜錯。冇咧，要查清楚嘅咩？學長，那一次吃豆，我老爸講清楚，其實小凱沒黑啊，
怎么个金钱唔讲，也还怎讲咧？迄唔对生意太恶啦，生意唔敢讲啦。学长，口罩报的事情没黑啊，发冇讲清楚，发想讲一半。意思嘿，学长，事情莫按单手。真紧哦，安咯，有人吃下伤的哦。学长，香港不该继续查下去哦。好，一记发，去吧。唔是伤。学长，学长。请问一下，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？拜托你先回答一下吗？请你说明一下好不好？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，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请问对于这件事情，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想法吗？可不可以？拜托，快点先跟我们说明一下。拜托，可以说明一下你的想法吗？有说什么？见到警察，算来啲嘅做嘛解啊！我讲闹咗你本人家属访问。嘅係你我送警察咬嚟保證，為維護學校安全，一下三步見到警察嚟請麻煩，太過分啦！唔係學校啊！迄眼唔錯啦，關眼睇重新高中嘅花，小開歹勢啦，媽媽再去某一間個本莊學校。唔好緊張，唔好緊張，深呼吸啊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。氣，加轉副講吼，我無記到記者簽到，做唔得，副講問佢日下天上邊有記者，所以做唔得轉副卡，仲個啥？希望佢爸爸不是吧？孫沙假爸爸下班。沒有，小凱，唔是咁吼，媽媽要報復，點啊？喂，好，好了，我等一下就转移了啊。好了，你还不能到来啊？你还所有的时间，总能来评价不了了谁呢？怎么，吃醋啊？小班一项做利用初中的时间强下，也向老所有初中行长气少。我连啲公司手动所困动，我都不是。哎呀，没得皮咩？嗯？我希望，大家喺毒品啊，要做啲好好关心一下公司的运状况。我有啊。哪有啊？补习班一次单枪本告创钱，其他分告更了钱呢。我俩伫咧休息，无想来讲俩事情。 baby 啊，你抢迄青色黄啊，可安尼下去，台北本告创的钱，做爱哪去不分告的空的呢？你敌人嘛该了，你要师娘会做太呀，要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还有金钱，两个经营策略，唔会敌啦。不过也个经营策略，开公司的钱被我手抢抢的呢。这条线上，做来人来探讨绩效奖金的事情。 我你有老给就讲，两个人问题啦，你们是谁吧？
小凯之前所讲的，很正经的嘛。硬劲讲，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做唔错唔减少，减少的很唔肯面对，有就有，无就无。人唔讲话肯定爱。奥斯卡，你请我喺 TV 起家讲话，不管乜嘅问题，人做嚟向我解决，冇解决唔对嘅事情。老爱讲好。讲安尼，去修理哦。你要怎么改？你真给黑做咩嘿？乜嘅事情？来请老吴讨论一下廖医师的事情。维尼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怎么了吗？你家儿子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以为你回去处理了。我已经销假上班了，一天到晚为了这种事请假，太不专业了吧？说真的，如果你家儿子的事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哦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这种小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。怎么会是小事呢？现在闹得大街小巷都在讨论耶。还是我帮你打几个电话给媒体高层，叫他们把新闻压下来好了。媒体高层，我比你还熟。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我想这些资源应该都断了吧？大家同事一场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千万不要客气哦。我的专案会议等下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有时间再聊吧。都几点了？是要我等多久？专案的资料呢？快拿过来啊！蒂芙尼副总，这是今年的专案资料。吴女姐，对不起，这个案子
已经有替福尼副总接了。老总有交代，除了专案人员，其他人不能看。最近老总觉得你压力太大了，才决定让我来接手的。哎，其实我很羡慕你耶，以后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家，不用像我们天天要加班，超好的。我要去问老总。老总出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哦。侯总，拜托你搁好好考虑一下好无？我讲多摆，要看事情懂清楚，就会飘零不遵照医嘱，做到医疗医师冇问题，还看没癌问题。捱啲，不過佢條錢人啲嘢媽媽講高神，同你講，唔加稅是搞得咩啊？真合理啊！我同意啊，不過人情呢里喺公關嘅細條唔係癌嘅。好啦，我大把講啦，假如你一下就會針對你，唔係唔做條馬嘅，佢就俾佢鬧下去，唔免表唔衰。我跟人家朋友，我實在沒有看到人家醫院受到很靠他嘅傷害，拜託你個好好考慮一下好冇？冇可能。侯總，你要年來竟然老最嚴重搞帶。就算副院長來，叫我去車去超案呢？你總會按啱啊！公用嚟講，一件煙係牙嘅啊。煙係牙把，唔係牙嘅。煙種係牙把，係咪超係牙嘅啊？也家己叫奶奶亂講，係講跟鬧下去，咩都煙盲年平間講唔得，煙自然要見大見小，你唔想安尼錯冇？當然應該向法務去處理，唔係牙出面。佢就假設簽俾前鋒轉，法務咩咧佢就唔好啊。唔准唔啲，佢就假設嘅巡視簽到，係你名來新聞通聽錯家務見講啊。講乜嘅？又唔係充電啦。佢就講乜嘅？佢就老媒體講，唔係冇意的，因為同理心的醫生，難怪搞唔上快嘅來嘅啊。白医师，刚刚你的门诊打电话过来，说有急事，麻烦请你过去一下。怎么样？主任，有个病人他怪怪的。还没开始看诊，怎么知道他怪？就我刚刚在这里准备的时候啊，他就突然就闯进来，说要参观一下，然后赶也赶不走。那你打电话叫警卫啊，我走。哎，不行啊，他说他跟你很熟，如果不叫你来的话，他就要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係真嘅呢哦，韓國全世界單槍愛敵哦。出来。哎呦，團咩？團出嚟就出來啊！老矮出来。很敬威哦。好啦好啦。哦，你頭擺正好同我到可能性誒，上一年冇看到，你還有冇搞？伊迄本哪來到遐？優資。我冇掛好，哪個人到人家嘅台型上啊？楊大主任。我告訴你，如果爸知道你在這的話，肯定叫你罰跪。爸爸。哦，嗨，我還沒跟你自我介紹，我係家老妹楊小珍。哦，痛誒！走啊！個定下我行李啦。行李走。哦，我一下比行機出來請誒。哎。
你是我们的主力战将 ，Of course I'll support you. But you and your son 的事，客户多少有疑虑。等事情结束，这些 project 自然会回到你手中。所以那他心里就哇就死掉了。冇好笑哦。OK， 唔怕，捱個高一陣。你講實在。加鸳鸯啊！奧斯卡從西出口同捱講小可，出嘛？錯誒，姑姑又帶電腦送我，係嘛嘅？有乜好團呢？唔送誒，聽說會復查。什麼姑啊？怎麼嘅按你講法？本身你一些溫暖溫柔啊！佢做動作哪上暖呢？係講係事，我喺羅先打開去關心佢，個樣變到暗藍喎。唔算係想去講乜嘅？無相信小凱啲天使空講嘅話。唔知。唔知。奧斯卡唔講話，係做你樣嘅，唔啱係樣嘅。OK。阿嫂呢？用下冇轉。唔知。又唔知。技術在做事，手會做事，唔乜好啲嘅。徐副总怎么还没下班？我等老总。现在很晚了，我现在要锁门嘞。哥，你阿副卡都得很用啊。就像係天花講嘅，奧斯卡唔講話，其他冇乜改變。奧斯卡唔講話，你韓國冇乜改變。曾經知道奧斯卡清楚過，對處事都也下，一直看唔到眼噶。勞動係好嘅，你真件勞動係好嘅。好啊，家出做就改變啊！一下老先都會發講出來，冇嘅做唔做，安尼會被騙唔啲嘛？係唔免廿複雜嘅，冇廿成長嘅家嚟對付我。我係上愛天數。係年天水唔興捱。時差盲調轉來，捱去睡沒？哎，誰說你可以在這睡啊？我看電視嘿，全家就是你家，姑嫂你家就會我家。Good night。温度計嗎？維尼，十多年冇嚟啊！係啊，上班來係都太好意思啫。人哋有人求婚呢，記得嗎？用草繩做戒指，
这么烂的求婚，谁会忘得了？给我是恩还好上哎，那有卖给钱啦？你倒是买了不少摄影器材，只是卖掉2颗镜头，就有钱买啦，莫安难啦。摄影很爱梦想，种种的很长那边老梦想买退啊，超好。错啦。为咗我摄影梦，我爱提侬出国、读书、结婚，我唔肯，唔出下诶。失恋10几年后，这样出现在我办的记者会上，还当起狗仔偷拍女明星啊！很无爱呢，很讲，我不怕人会亚洲无问题的你结婚。古时候，张人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结婚了。就黑暗呢，溜溜飘飘，对任何事都不强求，对我也一样。强求你逼你，对你妈给好处。有啊，如果你逼我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会跟你结婚，我就不会嫁给 Matt， 不会被 Matt 跟 Oscar 讨厌，被同事落井下石，被公司的人唾弃。哎。你知道网络上人是怎么骂我的？他们说我是个烂妈妈，我不配当人，叫我去死也就算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懂。我轻点呗。请你梦，我是面对很多日子。你还有奶啊？难道有想办法吗？那我安排一下专访好不好？青某，你的公司会较好过啊。舆论就是要靠媒体的力量才能制衡啊。也一条真正讲会发啊。考虑一下。送来总公司。呀哈。呀哈。爱来。我能报告一个 good news，来一个 bad news。
唔该先头那个。Bad news 已經簽到嘅啦，我查一查。你講。生活不是幫要出使用領鋪對付人掉，還知道先對你講。以為神吧？唉，佢哋話鋪書冇用過。引出2倍薪水挖角，以後就先生，做到下10年。对啊对啊，真的是无情无义的家伙啊！你唔想看啊？迄骂人本就变做没事嘅。所以把佢种嘅庆果嘛，竟然会做对。我你看你看有命，人都很强啊。好啊，迄老人硬饼嘅迄嘛，无吃过呢。通知人士，点工呢要留欣赏，全部支钱。其他嘅欣赏加薪，每个月加绩效奖金。唔过公司嘅钱，唔管啦，早就抄嘅。做伫手冇爱人讲。对啊。你刚刚讲滚有谁吗？你阿妹变做公司的活招牌啦。今不恁当到看到新闻的家长打电话来，讲小凯做到要种对你讲的事情，喊做的按套利、按底施理，听说很效果。姑说要向老师人呢，送来碰到。你公司的嘛？你去甲迄公司 FB 看啊。按照那引述，迄平时的视频，还有网友老小开创粉丝团呢。你看，小凯呀哈，比你较疯呢。讲正经的，我会骗小凯做童星么？有媒体啦，经纪人打电话来，条件开脱同好。俺有讲过了，我切腿哦，唔要分俺个生人来爽天使。之前没很拒绝媒体，你阿那讲俩做嘛？有没有唔爱生人呢？像迄我记到天使红笑一下，讲2句话。补习班有人要给补教名师，加上其他嘅小明星，冇听错，做啲嘅分享员嘅问题。韩国冇听错，做啲利用要在几飞，老生活。有没有按拄好的事情？听说有问题，不过迄问题迄么假咧。旭仔，水仔，来，使倒位聊嘅。无啊。外地外地嘅钱，旭仔唔本嘴判案咩？不过今日冇办法嘅事情啊。因为冇判法，判法係你想出来的。嘿啦，佢唔过叫做咩接上讲啊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哦，那趟以前编的。跟你就莫按正，莫按死心眼好吗？唔讲乜嘅？放下屠刀。咩啊？还有咧？莫按正，死心眼。死心眼，死心眼。系啊。错，就是死心眼。
马哥啊，阿碧，安子谁？你突破盲肠了。啊，俺 Good job。福利除了细兔的讲，唔看也有同多好事的领导哦，过来啊！细兔的真欢喜照顾戏，当医生得到空肚，福利就哈哈滚啊！唔喊我哦，要本来骗到诶。小凯，你迄唔迄唔好也只故事啊？无啊，爱同好谈。喊迄唔好阿妹但不老公讲床边故事，我听说唐南那种哦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身体无爽快，迄无哪去哪药个？唔是啦，妈妈会吃到。我听说迄一个失败的妈妈，故说你长老痛苦，不用到成功度，唔敢人来讲司法。我无痛苦啊。迄讲无，做嘛甲奥斯卡强病掉的事情，唔老记者讲煞无人爱讲。因为那些记者叔叔阿姨一直在学校旁边骚扰大家，我以为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他们就会走了，谁知道反而越闹越大。对不起。唔是歹势，要做迄奥斯卡咩嘞？唔错。不，我答应奥斯卡总唔得同您讲，可是我竟然不守信用毁约了。我嘛，要做事情唔是守信用。不过，我安内出卖奥斯卡，他回学校之后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唔是面对他，妈妈上好诶，我们转学。转学？总唔得。你用总唔得？因为奥斯卡很爱朋友啊，这件事情我也有错，我不能这样对他，我还要跟他道歉。他想伤害你，你还要跟他道歉？佢嘛唔要调戏啊。小凯，你懂善良，不过你善良又唔错地方诶，我做唔得个不能出事情，绝对做唔得。妈妈。秋安呢，我去处理转学的事情，你给他睡梦，晚安。小乐，
上着的，奥斯卡老小珍衰退咧。小珍最晚啊！哎，小珍，好久不见，小珍。做嘛干莫呀？去吵你。你选住明天有？我去搜索，唔掂啊！呢個龜貓嘅林總啊，被我服侍的好死。Tiffany 那些的某號啦，因厝聽說係死酒的，是酒嗎？個好奇怪。呀，就唔是死酒啊。就係安尼，因厝唔搞基，自命清高，所以才會被家屬鬧。你那件事如果交給我處理的話，用好勢。本處理無較好，看奧斯卡的事情就地。奧斯卡的事情，唔免礙伊啥問題。做嘛搞礙伊啥承擔嘛？冇遐唔呢啥承擔，因做咧向我面對。面對嘛個啊？結束嘞。您講奧斯卡喺做咩？你還老唔講，媒體的事情就要媒體解決。你天空人，就本奧斯卡上身份，本大家弟小凱張黑主謀。奧斯卡手本咩都唔講法嘅，還上我本佢爽為體。奧斯卡唔講法，係唔開嘅。你跟你那個爸爸就是一模一樣，自以是獨裁，搞得奧斯卡跟小時候一模一樣，不敢吭聲，所以乾脆什麼都不說。亞老牙爸冇關係。冇關係啊！你不是不想當醫生嗎？但是你爸逼你的嘛。你面對他，卻一個屁都不敢吭一聲。見講冇個廣東牙爸。我什麼牙爸？沒牙爸，乜個樣沒？以你那吊車尾的成績啊！你覺得你當得上主任外科醫生嗎？你現在只不過是小小打雜而已。嘴，還冇嘴？嘴。放開我，做乜鬼啊？用手讓我做乜鬼啊？放手啊！放手要打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放手！放手啊！欢迎来到奥斯卡。那你说我骂你啊？你不要伤害我就好了。神经病！马上安排走，立刻。好，兄弟嘅，拜。就
将迄走过了开梦，还唔系会很多，自由嘅路后。张某案单纯 ，office 里迄奥斯卡同父子，做唔对我安尼下伊诶，乃想我老小开转学，所以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满意嘛？姜昆那种机改痛苦，你救过奥斯卡吗？对奥斯卡难道没有2度伤害吗？他在学校没有被排挤、被欺负，你顶某，你管其公某。小凯，不要管他啦，走啦。真系不能跳舞嘛？一个模案单身，要算钱。佢讲琪琪你嘅冲动动有钱，唔知啊，你叫我过来。将的行过了条路，将迄走过了个梦，讲过嘅法，做得记得梦，了条路嘅尽头，有马萨的。全部黑暗，照样从无法度讲出嘴。伊在留的所有嘅記就地風度伴你吹響，有到冰霜，有到痛，有到無知，伴你流亡，看不遠，總愛到天光，不愛你來嘅力量。世界不會永遠拜拜，我依家做得比來了天安翻嘅所愛意，後擺嘅故事就存在一個夢中嘅走吧，就不愛很多自由嘅路後，係唔係會很多？自